美安公司喺1992年成立，係一間產品分銷及互聯網行銷公司，專門從事1對1行銷及社交購物。美安公司正改變我哋嘅購物方式，並改變經濟形態，都能夠達到財務獨立。美安公司嘅預計總零售額至今已經累積超過50億美元，有數以萬計嘅人賺取可觀嘅額外收入，當中有數百人更每人賺取超過100萬美元嘅佣金。而美安經銷商至今總共已經賺取超過27億美元佣金同預計零售利潤。美安公司係一個成長中嘅全球創業家社群，佢哋互相喺經濟上聯繫住，藉住顧客嘅每項消費賺取收入。美安公司嘅營運遍及全球，喺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澳洲、台灣、香港以及英國都設有事業據點。大家睇下以下嘅實際數據啊！大部分人由20幾歲開始工作，佢哋拼命工作45年或更多年之後，夢想退休之後可以財務獨立以獲得保障。但係統計數據顯示，喺每100個年滿65歲嘅人當中，只有1%嘅人屬於富有。佢哋唔係繼承咗財產，就係自己創業做咗老闆。只有4%嘅人財務穩健或者財務獨立，5% 嘅人仍然工作緊，工作緊嘅人數更持續增多。28%嘅人已經離世，好可能係因為佢哋工作過於辛勞。有62%嘅人入不敷支，要繼續工作揾錢過活。佢哋嘅努力係為咗實現其他人嘅財務成功，而唔係為佢哋自己。佢哋只係用時間去換取金錢。大部分人都冇預料自己嘅結局係落入呢95%當中，但係當佢哋意識到情況唔妥，已經太遲啦。佢哋冇辦法脫離沉悶嘅工作、不變嘅人工、各類型嘅賬單同信用卡債務。但係點解會咁呢？係因為呢90%半嘅人花咗人生45年嘅時間去造就其餘5%嘅人嘅成功。喺5%嘅成功人士裏面，當中3%嘅人係靠自己創業成功嘅。但係創業有咩風險呢？你需要俾好高嘅創業成本同管理費用。你可以放棄而家嘅穩定工作同收入嗎？你有可能失敗甚至破產。就算成功，恐怕又要瘋狂地無休止咁工作。有一個計劃可以取代45年計劃，超連鎖事業計劃可以俾你喺財務上獲得成功。只要喺今後嘅2到3年裏面，每個星期投入8至15個小時，按照我哋經證實可行嘅事業計劃去做，你就有機會每年賺取6位數字或更多嘅永續收入。超連鎖事業同其他連鎖店事業有相似之處，我哋提供系統化、標準化同統一化嘅先進管理系統、訓練系統、市場推廣同行銷工具，享有稅務優勢以及不斷提高嘅知名度。同其他連鎖事業不同之處係我哋唔使俾加盟連鎖店嘅費用，唔需要每月繳交權利金，亦都冇地域限制。你可以由兼職開始，時間彈性，創業成本好低，創業風險近乎零。賺取收入有3種方式：第一，從你自己同你優惠顧客嘅網上交易中賺取現金回贈；第二，係透過你嘅 hk.shop.com 網站，為你嘅優惠顧客提供佢需要嘅產品，賺取平均30%到50%嘅零售利潤。第3種方式就係有效咁利用時間，複製你嘅努力，集中精力發展並管理2個銷售組織。超連鎖事業可以俾你每個商業發展中心每個星期賺取到港幣2300至27600蚊。你亦可以同時擁有多個商業發展中心，所以收入嘅潛力係無限嘅。假如呢2個系統都成功，傳統嘅45年工作計劃同美安公司嘅2到3年計劃，俾你揀，你會選擇邊一個呢？作為一間產品分銷公司，美安公司會識別符合市場需求嘅優質產品同服務。我哋隨時了解消費者嘅需求，掌握市場脈搏，與時並進。由於我哋冇產品製造、大眾行銷同廣告宣傳嘅高昂費用負擔，所以會有更多資源可以用於產品研發同品質保證。咁保證咗美安嘅每一件產品都受有力嘅科學支持、嚴格嘅品質檢驗同業界評估嘅研究報告。美安香港擁有超過幾百項嘅獨家產品同服務，帶你進入數十億美元嘅商機市場，當中包括健康與營養、化妝品、
美容與個人護理、抗衰老、體重管理、家居與園藝、互聯網服務。產品同服務種類繁多，令市場波動所帶嚟嘅風險大大減低，所以令你無論係短期定係長期都能夠穩定獲利。美安香港亦都係一間互聯網行銷公司。當你加入建立超連鎖事業嘅時候，你就會擁有一個 hkdogshop.com 嘅入門網站。hkdogshop.com 擁有最嶄新嘅技術，懂得利用將來嘅大趨勢，例如互聯網、社交網絡同網上購物，去打造未來全新嘅經濟模式。hkdogshop.com 係一個一站式嘅網站，為顧客提供有效率同簡易嘅網上購物體驗。hkdogshop.com 提供數以百萬嘅產品同服務，當中包括幾百項美安香港獨家品牌嘅產品，以及過千間嘅夥伴商店。hkdogshop.com 仲為你提供好多嘅獨家優惠添。唔單止呢啲優惠啊，美安香港仲有現金回贈計劃，俾你喺熟悉同中意嘅商店一邊購物一邊賺錢添。現金回贈計劃可以俾顧客一邊消費一邊賺錢。你嘅顧客凡喺你嘅 hkdogshop.com 網站購物，就可以賺取最多高達25%嘅現金回贈。另外，如果你嘅顧客推薦其他人購物，佢仲可以持續咁賺取佢消費當中0.5%嘅現金回贈添。隨住 globaldogshop.com 嘅成立，我哋幾乎係無分地域界限咁去發展業務。大約每10至20年，一套新嘅行銷系統就會出現，成為將產品銷售俾最終消費者嘅方法。識把握機會，利用呢啲新嘅行銷系統嚟創業嘅人，就能夠創造財富。30年代出現嘅係直銷，40年代出現嘅係連鎖店。多層次傳銷同網絡行銷喺50年代出現，商品目錄行銷就喺60年代出現，而喺70年代出現嘅係直接信函行銷。80年代出現嘅係商品信息廣告，去到90年代至2000年後就出現咗網絡行銷、電子商務、1對1行銷同社交購物。擁有超連鎖事業，令你更能夠掌握未來嘅發展趨勢，包括營養與健康，打造屬於你自己嘅事業、網絡同流動購物，以及社交購物。1對1行銷同社交購物提供咗社交媒體同網絡購物嘅強大力量。佢結合咗高科技同緊密嘅接觸，提供可以更快接觸幾百萬顧客嘅能力。美安香港創立咗一個獨特嘅組織結構。傳統嚟講，水平式行銷係大多數行業都採用嘅一個組織結構。但係水平結構下，協助其他人成功嘅經濟誘因並唔存在。採用水平行銷行業嘅例子有地產公司、保險公司、企業嘅銷售團隊、連鎖店。水平行銷仲有好多其他缺點嘅，要設立幾個據點，所以投入嘅成本就以幾倍計。成員之間彼此競爭，冇辦法享受互相幫助嘅好處。有地域限制，每人分得嘅時間同資源都好有限。仲有組織之間唔會有合作。因此，美安公司創造咗一個革命性嘅垂直行銷組織結構。垂直行銷係為整個企業所有嘅參與者提供一個經濟合作環境嘅組織架構。因為垂直行銷只有兩邊嘅網絡，所以能夠消除傳統水平行銷嘅弊病。垂直行銷組織結構結合咗眾人嘅努力，鼓勵團隊互相合作同支援，所以人人都可以享受100%嘅銷售同業績成果。因此，當一個人成功，所有人都會受惠，繼而將個人成功嘅可能性最大化。